拍出真景是壮阳，观众朋友一定了解。好，对，我等一下你一说咖，我就立刻去喝。你没有用啊，因为你没有女朋友。講一隻聲窮雞片好咧。姓蒙。我们走开，你跟我说先蒙。因为我家是比较少做啦，他是什么都会做，我是什么都不会做。那就是很幸福的那一种了。對啊，幸福啊。你老公做到會死哦。老公要为什么他一直点头？妈妈做的吗？對，媽媽係切终於到中嘅。會。妈妈看到青狗哦，青傻皮。筍都有切嗎？唔是哈。沒，呀，水果已經下去了。水果。哎，蒜沒頭落蒜頭下去了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保養สุข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張白強。各位同歡迎呢，過來到新竹嘅特別嘅，其實料理牛肉唔但請到新竹嘅特別嘅知名度東島以外，還有全台灣各地、全世界各地嘅人才，東島都會對新竹出發咧。哎呦，係哦。咁厲害，將哎呀，仲哎呀，片就有哦。嘿，大白來到新竹後，真非常厲害啊！連續動到白係평秀咧。真的。你根本嘅比賽係兩半音呢。真嘅唔講唔怕，馬上先有歡迎到今日評審先生。之前呢就歡迎到我優秀嘅唐英平唐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英平。唐師傅好，大家都會歡迎到係青友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公公你好。做料理啊，可以讓自己保持身心都年輕哎，好優雅。公公，哎，湯師傅，看唔出來感演技吧？我現在在學甜點，來得及嗎？來不及，自己等下來。好，接下來呢，分享到我哋吹風吹嘅係親姊妹哦，來自關係嘅嗬，分享到係面壁之流李김치，歡迎。來，歡迎。謝謝。大家好。是不是也是學甜點安優雅？好，來看一下咱最今日歡迎到係來自信鳳鄉嘅表姊妹哦，按照千美卿到春秀玲，歡迎。哎呦，今日做到安將了哦。而且我發現啊，所有來參加比賽參賽，大家都懂用心。怎麼說？不管是穿着打扮，還有在事前準備，大家都就真嘅懂沖事啊，你懂感通啊。唐龍一洗衫哦，差不多已經有3年貓甩貓的機會都了。最好是啊，風吹哦，一個面壁之流李김치，然後你懂有演哦。等下主持再講。好。啊，唔過先來問一下亮啥，都關係啊，特別有乜嘅好教好食好料，俾大家來推薦一下人口袋名單。你關係哈，有個獻丑貢昌，一地北都有獻草餐，然後有很多的客家美食，然後它有每年1度的獻丑節。來到關係，因為我做的某事都鮮草，而且關係跟特別有一點是我每次到的時候一定要買的鮮草茶。哦，在私訊我，私訊我，老街附近。我樓下講下，有冇看看佢2姊妹講，有冇看有8姊妹哎。啊，八仙女。對，全部老嘅媽媽叫我講。哦，所以你走得來洗白，除以2嘛，對不對？好。哦，其實除了關係之外哦，信鳳美有凍河嘅素材做咧推薦大家，旁個個鳳景凍醬哈。凍醬，在我們那個新竹的那個天德堂附近，它有個鳳岐步道，它是我們新竹的12大美景之一，它可以看到黃昏的那個日落的美。還有落山。對，然後還有咖啡，還很適合一家大小都去走的步道。卡散，你偷偷老人講，你老你的老公啊，偷白係都改片入會。老公得偷錢啊！老公今天有來是不是？加油團哦！加油團，我們得漏氣哦。好，加油哈！謝謝。好，可以了呢，2組哦都已經蓄勢待發，準備好勢，馬上就要進行踢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有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都係亞軍呢，你看哦，2組個個都丟定自家嘅秘密武器咯。請問一下鳳吹2位姐姐，最後哪一道明顯？火龍果，夾喺車中嘅，係真嘅，真嘅，乜嚴重嘅？我2姊妹都有種。火龍果，我貼片照顧冇？愛。
哦，东豆公，真紧哦，也凤肉也胖肉，那凤肉嘅，凤肉嘅，好，今日也爱那呀给恰做的爆两个，带来嘛料理。 粉红俏佳人，哇，那是天然的面系吗？而且你没看美眉这么粉红俏佳人哦，还没结婚吗？哎，你说哦，结婚呢？结婚啊，那就我就不要再仿了。这么现实。粉红俏佳人，等一下就可以都带嘛料理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 咋个来各位观众朋友来看一下，其实把看到按呛色的这个水水的东西，还有梅头就有冲哦，这个是什么？韭菜汁。韭菜汁。第一次听到哎。嘿哦。快出去大水哦。嘿，个韭菜大水大刀量。哇。自家种的韭菜。嘿，自家种的韭菜，然后来打果汁安尼。先问一下哈，用这个韭菜汁，昨天入菜吗？做个菜名按到嘛个嘞？绿意盎然盒子。盒子。嗯。还没韭菜盒。嘿，韭菜盒子，我就很记。 绿意盎然盒子，等一下动到画面做那本大家强下分享啦。我们先问一下，咱是等一下去比赛有信心吗？有。你看安台上哦，果然是比美武器。好，两组队已经准备好势，好，比赛马上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，来了，变哦，夹。 快出来大水啊！第一百看到哎，因为我就想到之前金钟奖刚结束，我们知名主持人喝的是香菜汁，就是韭菜汁，感觉也是一种惩罚哎。梅头真紧就冲啊！不过快出来真紧很壮阳，观众朋友一定了解。好，对，我等一下你一说咖，我就立刻去喝。你没有用啊，因为你没有女朋友。也是摸好了，摸好。哎呦！ 这是嘛个皮？粤式春卷皮，对，哦，它可以炸美走来走开。我看这个鸡蛋应该是自己养的鸡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想想自己哇，感谢给。哎，给爆两个已经老几对半铺哎，你都要切嘛个片呢，系吗？要切那个水果条。哦，水果条。哦，你有建议都一炒吗？对。 因为它叫粉红俏佳，然后要剖呀用的嘛。还爱剪软皮、单皮。哦，所以软皮有快佛。对。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浪pan系吗？凉拌的可以说是点心。可是这么多油油哎。对不起，但它爱加入底部，把它皮变成粉红色。染色。对，因为其实火龙果冻就已经这种地方还给皮，所以我们会利用它来入菜。 对啊，姐姐平常是喺做嘛条路啊？目前我在休养中。哦，那你的水太个些吗？那挺你耶，那不看就八几嘛。好幸福哦！而且姐姐是我的粉丝哎。来，赶快讲一下渊源跟缘分。爱动好快客家节目，尤其民主主持人我很喜欢，因为我每次追着他的节目在跑，所以刚好。 嘟嘟给来关系录人，啊，就想到啊，那我们一定要来报名，不管做的怎么样，但是就是要来报名。其实根本也聊透出来，就是对你的献殷勤粉红佳人，对吗？你很会选题咯。都可以，因为她也这么美，那我的妹妹也这么美，你也这么美，所以刚好这道菜就是可以让大家觉得很开心。对，等一下你张都转了，好。 哇！大家行来看，行来看。睇下你包装的系冇啊？唔系包装，爱炒料。好。虾皮给我。你说虾皮是网络上订购买东西的吗？唔系，那是菜会比较便宜吧？是虾皮啊你。哦。我有看到一只爆点哦，该会气死啊！哦，唔系，你乱。哦。鸡卵。哦。那个蛋。炒果系啊。嘿，鸡卵。 各位观众朋友，俩系嘛个？面皮呀，哎，你有没有像这个？像这个是俩，哎，果俩，韭菜汁走出来呀。那个不是拔辣吗？对啦，拿起来看一下啊。我们一定配拔辣，那个芭蕾。这个比例啊，韭菜汁那个面团啊，差不多几度啊？爱俩差不多300克，300克是2/3的热水，哈，1/3的汁。
加上去。哦，用少水哦。嘿，用少水哦。还有用中筋奶、低筋奶。中筋呢？中筋面粉呢？为什么要用少水呢？少水给它好 Q 啦，很 Q 啦，把它面筋烫死。对。哦，要把它烫死。对。我这个大木出来呀。我超爱吃韭菜盒子，我大家可以吃一个吗？不要用切的。走的。我爱等下爆豆豆哈。所以等一下该韭菜盒会咸爆。嘿，我等下咸爆。咸。啊，韭菜有炒过吗？韭菜不是用蛮炒，来该拌一拌时候咧。你还切个表的？嘿，你要切个表的香葱。对。哇。哎，你们2组都太厉害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，姐姐？等一下，韭菜盒子做好以后，请评审蘸料，可以蘸来吃的料。哦。对。我个人会干嘛改？辣椒啦。哦。等下，睇嗰隻試的時節，蘸醬啦，蘸醬啊，得啲抹味頭啊。那許多記得最後嘅畫面，我們係兩下炒嘅時節，他們有準備這個。我們先過去看一下風水，等下炸過來看記得爆，好不好？謝謝。因為我家是比較少做啦，他是什麼都會做，我是什麼都不會做，那就是很幸福的那一種啦。對啊，幸福啊！你老公做到會死哦。老公要為什麼他一直點頭？要來煎了，對不對？對。這個是什麼？白色嘅大白粉。我剛頭先要加嘅火龍果落去。那這樣嘅軟味冇辣嘅仲係啱，所以我加一點太白粉下去。手煎蛋腸嘅皮係用水蜂色，連卵嘅腸係水蜂色咯。那你不要跟我說雞絲也要染成粉紅色。雞絲應該是包到裡面的。對。春捲皮裡面的嘛。對。那做得悶就好，因為剛好火龍果切個種啦，哈，也算是你們的秘密武器。對。啊，你這個火龍果吼，然後其他已經種了，就你在照顧上啊，有沒有什麼特別？對，草生栽培，而且我哋人家比賽都有得名的。那個種啊？啲推送該片的火龍果比賽。哦。對。這麼厲害，然後今天很有口福呢。對，我們這個都是比賽，而且我們都草生栽培的，所以它的 Q 度非常的好。其實你係嘅聲音吼，其實擺看到風色改軟呢。謝謝。哎，安陽最後哎。好漂亮哦。你要嫩的還是要擦的？都好熟是好。那要不要蓋着？哎呦。就不用蓋，就不用翻面了。學徐師傅。對，學起來。這你等下就唔是有變面的問題。好，我哋先控改片哦。好，改片有爆咧。可以。來，我們教大家爆的細節要買幾考嘛？係咪其實就是凍窮的水餃啊？大水餃。嘿，大水餃，我記係合木柵嗰啲花。哦，折花。嘿。來，姐姐，我們攻守交換。好。來。你按伊啲炸，你按伊木柵，來兩粉。哦，哎，好厲害哦！麵粉，哎，今日滿堂都修靈氣功發啦，老師講了一聲你好而已。今天這個韭菜盒啊，林一龍他討論出來係嗎？沒有，都是姐姐啦。姐姐說她對這個很內行啊。哦。我看你的架勢真的是動腳走呢。他什麼都會做，對，他什麼都會做。阿 Kim 姐，你本來係做乜嘅啊？我做工廠做師啊。咁有冇阿妹？你會做面食咯？唔係啦，我是靠編東西的聲音。哎，我覺得你安會做吼，就是其他人很難賺到你的錢呢。唔會啦。等一下見我差不多見幾久？哎，差不多見5分鐘15分鐘左右。那你們自帶電風扇哦？對，因為這個要把它吹冷，它比較裡面的。哇，有道理哦。哎，這很專業。第一擺看到有車在一個天山來嘅。阿 Kim 自從我來長安節目拍街包當叫嘅嗬。我是當見狀元。好，我們是緊張。是緊張。緊張。你看不出來會緊張呢？冇我得先控改片好咧。先蒙。我們走開，你跟我說先蒙。好，那走吧。控改片。跟他過來哦。叫到台之間用半音爆咯。哦，這邊也是手工藝很強呢。我們今天都是速度吹嘅，風菜啊。哦，你啊會先溫水係嗎？對，稍微沾一下水。哦，用半會先溫水咧？因為它這個就是它的特性，就是比它是米做的，它要先沾一下水，然後它才可以幫它。它這樣才會軟化。哦，而且下次好咧哦。對，下次好咧。對。重新火爆。對。
也可以拿过来一点吗？我觉得有点距离感。哦好，因为其实它亚中的东西哈，爆东西美工。生意多生意。生意哦，来我帮你拿。不是都用美工一定要用买东西。嗯。哦，考验是几豆是爆几豆啦。那木素牙也平常是动起的东西吗？对，很健康的东西啊。该剃头粉吼。系甜的系吗？就甜。我眼看你听吼，你的手脚没动利索嘞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在开酒什么？酒庄。酒庄。好朋友。酒庄。干姐姐。你爱用讲落去哦。你每个礼拜天都会看到他呢。我会答对啊。欢迎的了呀。你推重。哎呦，他前后要收口是吗？咻叮，因为等下我切。那为什么要一直捏它嘞？因为安安就很。哦，唔係就踢。嗯。好，刚要片其实差不多哎。这边完成。不要急，有时间。好，那就正孔改片好嘞哈。放慢一拍。好漂亮！又是缅甸猴嘞哈。嘿，来。来。哇！哎，建国跟下呛哎。哎，我发现我们亮组会赛都懂讲哎。对啊。一个粉红色，一个绿色。成本佢嘅因为个皮冇熟，所以我加啲水落去，本佢那个蒸熟。那唔可以进来大口了，必须等嘅水冇得，两做的大。味道太厉害了。哎呀，那我们那个修理机没有表现的地方。对啊。今天的主力是料，我本来就是备料。哦。因为我家是比较少做啦，他是什么都会做，我是什么都不会做，那就是很幸福的那一种了。对啊，幸福啊！你老公做到会死哦。老公要为什么他一直点头？来问他。刚才你好冇？你时间差不多，嗰边接。等下你先来倒数哦。好。现场马上来倒数。是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人压一关，两组都很强哦，哪一组较占到嘞？耶！好，讲真嘅呢，东汉的有两组全部压嘅已经是师傅菜耶。每一道都是功夫吹啊呢，而且好漂亮，风流发色。先对风吹调一色色起，来开始品尝。香不又冻软，它个写的都在火里个香的实在香梅，好好吃哦。真的，而且给 T P 先用个油鸡，本身就等于米头味，里面还有蛋香，含个罗顿七嘎嘅这个粉红佳人，加个爆两个落去，很赞的。今日去做个模仿家，你标准较高，你都做当好。这甜不甜？你知道嘞？新东西，因为酸酸甜甜。好，大家问一下蜜 K 嘛这哦，你知道几条做个粉红佳人用办？冻好食，冻清淡啊，有吃到火龙果的跟梅头冻好食，真紧。小玲啊这嘞？好吃啊。好吃啊！好吃啊，就是很爽口，很爽口这样子。酸酸甜甜的，其实最美哦，可能大家还没看到，还有加一点苹果醋。有没有？所以去正价嘅自然的酸甜，很好吃。不过吼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绿意盎然，下不没动力可以夹夹到食咯。它非常 Q 哎，好好吃哦！哇，我仅仅讲一下，俺妹哈没会做韭菜盒，但你做的比我妈做的好吃太多了。还想回家吗？我这句话讲出来回不了家。那你懂真的？每台免费自行车用吧？当好食，有香吗？有，cái 芝麻當 Q， 當好食。你自行車咧？我是啦，冇試過呀這種東西。我連皮都有快脆，對不對？一般雷公皮都有包韭菜盒嘛，對不對？下一次可以放紅酒進去，變紅酒。可以，可以，是不是？好。蜜 K 马姐，你覺得自己做的如何？讚，100分，100分，哪一片100分？皮和馅都很好，都很赞，味道都很够，非常厉害。小玲阿姐，你姐姐做的一向都很好吃，哇，100分，哇，蛋肠100分啊，它就200分哦。因为大白食嘅韭菜盒吼，跟面皮哦，蛋肠是面皮的梅丝，不过你要紧咬紧香诶，那个韭菜味是一直冲上来的。假设稀饭韭菜干硬哦，这一道菜绝对是他的最爱。好，等一下看师傅用办的评分哦。
3号轮的竞争的时间要到诶，马上呢先来抢童师傅抢分数。蓝水。好，两下看一下7师傅抢分数。耶！哇！越做越混。童师傅抢贡品。该红队本来取了。叶卵可以煎得再香一点，就是它燥掉，因为煎太湿了，所以影响到它那个整个的口感，感觉就是会比较湿软一点，不按头。啊，蓝队俩片后，它真的是那个皮有香又有 Q， 然后该内馅啊、韭菜啊，还有跟那个胡椒粉的香味整个带出来，真的很棒，可以拿去卖了啊。啊，7师傅你的想法呢？哦，俺某本蓝队俺的想法吼，绕该唐老师的电斗了吼，俺的想法是讲，因为该韭菜盒哦，吃少一张梅头，胡椒粉我好豆掉，佢韭菜味是会好出来。唔辣哦，唔辣，好冲掉一点，是正差就安用的。吼，俺某本该红队俺的想法是讲吼，佢该整体上综合些啊，水梅有你嘛改俩苹果醋的嘛。好，所以俺本俩片。哦，希望你都系安用。亮珠啊，都真认讲好食咯，可能观众朋友看过哦，还冇办法看一摆就了解我了，就多看几摆。我3号了也有很困难，第一摆到节目当中带出一道特别料理，等一下时间就交俾你嘅童师傅。食材好料理。耶！这一道菜哦，很让真人懂期待，因为我真的好想学。总算今日抢到童师傅来搞太噶，你先讲一下菜名吧。今日的菜名是客家吉酱舒芙蕾。舒芙蕾，哇！好，接着看一下食材的部分，卵崩、低筋面粉、泡打粉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这个是客家吉酱，对，然后再卵ผัก。然后这个是细砂糖哦，对，我们今天的面糊就很简单，就这几样东西。哦，那剩下这一边呢，它就只是装饰用的而已。好，道具感觉也是另外。对啊，道具要不要简单也介绍一下？马盖那个是电动的搅拌器，对，我今天其实本来是想叫风控帮我用手打，但是我想一想还是放过他好。你们交情可能会从此破灭。我跟他都没有打那个。我可以为了你等待，要吗？哦，不用。好，首先呢，还有那俩蛋黄，这是1颗吗？还2颗？2颗，对，舒芙蕾的比例比例很重要，都很重要。的时候，那都走在烘焙啊，吼，几公克就要几公克，不能够多，不能够少，因为它都会失败掉。可是网络上食谱都会不一样但是比例其实差不了多少，对，但是你不能差太多。然后这个是吉酱我们也直接给它进来。刚刚几斗啊？这个大概18克，18公克，不是18克拉哦。我也想要有啊。然后好，再来就是手机哦，低筋面粉。我们的舒芙蕾的吉酱是现落去的。低筋面粉加还几斗公克？32，对，18，这要记清32，泡打粉几克？5公克，5克，嘿，俺都有过筛哦。这个真给我老观众朋友记清楚了。过筛，我该低筋面粉后，它很容易结块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过筛。哦，对，过筛之后呢，拿这个手持的搅拌器。不是有电动的吗？哦，电动我们等一下打蛋白用，这个不用，这个直接用手。对。我以为那个吉酱是专门的做个酱诶，其实底部都是掺落去的。这个是卵ผัก，2颗吗？2颗蛋白。这边后它就有注意嘿，打蛋白的锅子后，不能有油，总不能有水，因为这2样东西只要在这里面，蛋白打不发。难怪，应该不止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用电动的哈，不想要为难方哥。好，哇，好疗愈哦！董同学，开着色枪，对，好搭哦。你有没有想到用吉酱来做酱？就突然有一天睡醒的时候就。然后海龙王去托梦。海龙王是不懂吗？哇，好疗愈哦！这个时候先停，它现在是大泡泡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第一次有看到大泡泡的时候，就把糖几克？
糖25克。25克。对对。你故意问的哦。你这些没有记错哦。没有记错。要分批加哦。分批加，一次加的话，它也是不容易打发。好，两下看哦，它的泡泡还没像那个啤酒泡泡一样变细了哈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剩下的糖全部都加进来。哦，咱问一下哈。 比如讲，哎，豆腐卡有学个减糖啊，加一些什么代糖、赤藻糖，不行你可以用那个海藻糖啊，这个甜度比较低。那也打得发吗？但是我们得减糖，可以打得发。我们得减糖，减糖之后呢，你的蛋糕会显得会很干燥。哦。因为糖它除了就是调味，它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蛋糕湿润的效果。 所以不能够随意减糖，但是你可以换海藻糖哦。那一般材料行就有在卖了。你俩海该纹路越来越深了哈。好，差不多就好嘞。好。要怎么样才知道会好嘞？勾勾。有没有？勾勾。要勾勾。哦。直的，不是拉起来会这样倒下来。哦。看姐姐有看到吗？姐姐有看到哈。有。掉滴下来的那一种。就打好的蛋白后，你这样倒过来，它都不会倒位掉。这个就是打好了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蛋白不能白。 哦，一次下去呢，也会拌不均匀，会消泡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打好的蛋白。哦。对，然后分2次，把它加进来。这是不是要抢时间啊？对，蛋白后它是很容易消泡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打好就要赶快搅拌。可是我有个问题，黑贡给消泡不能再打下，就没办法了。真的？你白后该就该蛋黄蛋白，就是搅拌成这种大理石纹就好了。然后我们要刮到底下，把它翻上来，没有？ 把它关到底下，翻上来。啊，这个盆子哈要转一转，这样才会均匀。肉冻硬不硬不哟？那舒服嘞，继续冻穷哎。那种煎饼，它到底是差在哪里呢？跟一般的煎饼啊？其实温度是差不多，但是它这个是属于分蛋法。所以如果家里面没有打蛋机，我也是可以用手打。用手打。哎，所以刚刚只要把比例记起来就好了。嗯，但是还要大概2天的时间，1天打啊，第2天手会酸，这样。那个第1天晚上就要用汤匙吃饭。好。哦，不要有怎么改？徐师傅要麻烦你帮我放一点点油。好，你好。我们的来宾感觉已经看到有点眼花缭乱了哎。哦，要把多余的油擦掉。哦。莫从头油。所以它其实是少油的一个甜点。对，少油，我们只是稍微润锅一下就好。好，你要问图的水袋嘛哈。对。然后来，要怎么挤高高？ 直接这样子挤高高，同一个点挤高高，同一个点挤高高，同一个点，所以不用转圈圈，不用。那个是 Seven 的冰淇淋。蛋卷冰吗？我可以问一下，为什么要挤高高吗？它等下才会蓬，才会有高度。因为要舒服的后，它是属于那种见红叶马上吃的。你马上吃后，因为它蛋白会消泡，它会慢慢，本来这么高，然后就会变矮这样。专业的哦，专业的哦。来，先看一下他们挤。 哦，定点呐哈，都有不同的形状哎。好，啊，电机的时间，你刚刚按是几分钟？5分钟。5分钟。稳重。盖子开吗？一听哦哎。你那个真的会变成圆的。跌倒了。没关系。不怕。也 OK 吗？周得。如果他今天挤的比较小，可能5分钟会多一点。那我们待会大概4分钟的时候先。 开盖，然后拿这个锅铲哈，从烹身弄看看，如果它不会粘黏，就可以翻。哦，如果还会粘，就再等一下。哦，神奇哦，你老黑暗的粥哎。对，然后电机的时间哈，我做切水果。好，切水果。其实除了聊这个水果，每周都不用火龙果啊。对。这里面是可以加料的吗？比较少。 它比较，因为你拌东西进去，基本消泡。哦。蛋白吸收后，比例也不对了。对。可以做黑糖口味，把刚才的糖变成黑糖吗？都的。这也可以发哦。会。我觉得黑糖蛮好的。阿婆，看一摆就做形色的发版本色哦。对，等机。我们的准备工作都好了。啊奶油咧？煎奶油爱建议很打好落耶。那平常时钓豆腐卡会一个大概鲜奶油，它的比例是鲜奶油到通吼是10:1。这种平常我们吃是有点辣，当蘸酱，对，蘸混个盖妞、猪妞，但很少人把它拿来就是做甜点。你看，你用为什么用吉种来做甜点？就突然有一天睡醒的时候就。然后海龙王去托梦。海龙王是布隆吗？
海龙王是志宏吗？海龙王，你有接到我的？有，这两种方式使动上，因为给它破的感觉啦，用破的。哦哟，有点哦。对，要喊他起口哈，因为时间剩一点点，帮我按掉，不然它不要乱叫。摄影师准备好。哇 ，QQ 的好可爱。哎，听着声音很紧张呢。为什么？对啊，直接到手都会抖起来的。如果做甜点的，好像这个声音动起来旁抖啦。今天真的很幸福哎，可以在节目上回顾嘞。哦，好。他们都耳喉了哦，有鸡酱的味道哎，有哈。哎呦，走对喽。哎，有点像鸡蛋蛋糕哎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没有。嗯，动物蛋糕。很香哦。其实我们可以做动物蛋糕哎。不过地薄也很嫩嫩哎。有水分呢，好，把它堆起来。可能观众朋友就食到舒服咧，不过你清楚冇食到咧激酱的口味诶。没错。那我们现在要做装饰哈，这个是刚刚切的水果，哦，可以把它放在旁边。看因吃个好食嘛该啦，哈。放过来。然后呢，鲜奶油。哇，鲜奶油因为不用奶围圈走的啦。嗯，我们把它放在中间。像我都是直接整罐这样挤进嘴巴里，看着它比较豪迈的吃法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是这个学起来。糖粉先拿旁边，然后呢，哇，撒在上面就漂亮。哇，雪花随风飘，花鹿在奔跑。哇，我觉得撒那个糖粉差很多哎，真的。然后枫糖，不用深红的哦。对，放在旁边。哇！来了，来大不太可以嗨。哈嘎这种舒芙蕾，安永秋后生喽。耶！好，等下呢，上星系列节目替摆了，所以都要给客家口味的舒芙蕾，大家有品尝看呐。好，来。好，来。然后东不会食到，叫做收个恋爱感觉同样。不许说送面呢，好好吃哦。韩国其实韩国就学得到的地北毒哦，一点点那种吉酱的蒜香味、香味啊哈，好好吃。哎，吉酱的香味啊，真嘅都用囤落去过后白天都就会散出来，很棒。太下做吃做困难，面皮鸡你吃到嘞？哦，等我先。还就是这样。对，好搭哦。你김치吃嘞？新头是，而且有客家的味道。米김嘛真吃到嘞，师傅做的。就加个吉酱啊，去到会当好食呢。该每通。俺冇食过按好食的东西呢。转去我下做的自家做。坦白做的做吃干呐。小林阿姐呢？我觉得它不会很甜，就是吃起来不会说像外面一般的甜点那么甜，所以哪一家来讲出来？一般甜点它用的糖它不会像这个减糖，还是说用比较低。哎，冻好咸啊！七四福嘞？哦，其实都真去冻舒服，去更加绵密感哦。哦，舒服嘞就是这个意思。舒服感。冻舒服。坦白，还可以这样介绍。坦白写的时间不用到日本冲绳，该知名店是该舒服嘞。第一家从，应该唐老师做时候嘞。每做的内都是价值做了点么填充。好食哦，他家吉酱呢有冻到重用途。比例记清楚都不卡就这吃做困难。不过头前呢一毕业，马上就会进行最杯米馆的挑战。八边料理网，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将係比面絲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嘴真係正經嘅八邊料理喎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了呢，这个百宝箱在眼前，团困难都在黑马街。好，大家打开来问大家看，基本执行食材就係馬輪。馬輪這個皮蛋呢？這顆是活的哦，很快。哦，好，先問一下。師傅，唐師傅，你之後你會拿一個皮蛋來做嘛個編法？可以做宮保的。哦，這是最下酒的方式。我超愛吃那個宮保皮蛋。哎呀，七師傅你嘅想法？三色蛋。三色蛋？哪三色啦？鹹蛋、皮蛋、雞蛋。哦，
像咱来讲哦，就是亚是地位就最接看到就是炸皮蛋，不过还蒜辣口味的，你们预想到吗？我会做水火蛋。水果好厉害哦！就是呢，先一剖沟，会放到刨冰里面去，或是绵绵冰里面去。你认真在介绍？认真。这单不是比创意吗？哦，好啦。然后再加几样豆蛋糕。所以看得出来时尚演圈非常厉害哦。不过等一下跟梁祝哦，切对每不来看到这什么皮蛋豆腐哦，这个我不认账哦。好啦，小点哈。马上已经好了，管给挑战。早起开都在用足拿牙给皮蛋了，走马边发，风吹带来催秒都马该顽皮捣蛋。张博天，这是小学老师最喜欢写在我联络本上的字，你揪起我的不好童年了。好，对呀，给顽皮捣蛋有信心不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再过来看一下，咱最今日要带来的让马兰又相关的料理，按到杭椒皮蛋炒绞肉。好，全部是菜全部去讲题咧。哦，我问一下，咱是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加油喽！比赛马上倒数，3、2、1，抢亏死！被亏死哦。皮蛋要变化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呢。哎呀，真的。因为就因为我讲啊，皮蛋的地步都那个它那个黏黏稠稠的嘛。我们顽皮捣蛋。就是我啊。那看一下。哎呦。为什么要落去抽水一下？因为地板都那我都唔敢试，所以我会比主比有啲定型，让它不捣蛋呐。啊，对啦。圆妈妈比较懂。妈妈从来吗？对，妈妈爱吃动厉害。妈妈看到是青姜哦，青傻皮。笋头有切吗？不是哈。没，水果已经下去了。水果？哎，蒜头蒜头下去了。猪肉要让它不捣蛋，狗有添起来吗？哎，捣蛋看下家。刚我昨天ถ่的，嘿，那汤匙很高级耶，这是吃对啊，我这样的那个声音很抢镜头哦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是什么汤匙？一口汤匙，对，一口汤匙。想说今天因为知道总共有8位可以要用，所以就是把它刚好分10分好了。对对对。这种串烫的该摆盘。因为讲给酒庄体都不会做这种有没有产地餐桌是不是？我们会做葡萄树下餐酒会，会。我要去，可以啊，欢迎欢迎。赶快喊干净！好，来，走了，一下有票了。OK。哇，哎，你都有准备个学车，应该会按澎湃哦。其实我们是以养生呢，我们没有澎湃，等一下你看就知道，但是吃起来口感绝对赞的。哦，真的。因为人知道，我都准备个pan的木兰饼的哦。啊，今天两头没去做浪pan是吗？哎，对。因为我都2是少油、少盐、少油炸，对，就是尽量用川烫啦、系脆啊，嗰度去做料理。哦，所以还冇用到一定要嘅用炸或者啲东西，系。好，刚才你等下都做了。好。哇！哦，荷包蛋就好了。没，还炸蛋。炸。会动吗？会哦。我要炸蛋。那么个地位就会油嘿。油啊，就会油啊哈。那温度呢？因为我要炸蛋，所以我的温度我要高。哦，对。秀玲姐还在备料。对啊，我还在备料啊。那给你一个画面的时间，让台下讲一下，你们这个马老用慢处理嘞？我就把它备料好，然后它会一样的把它炒出来啊。对啊。你们的菜名叫做什么？杭椒。杭椒就是糯米椒。杭椒就是糯米椒啊。杭州类的嘛，杭州菜嘛。我感觉吼，你料理节目吼都压天时地利，最厉害的。因为周满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参赛者厉害。我们参赛者每个都是民间高手。厨师大概就会炸蛋好嘞。炸蛋好嘞啊！应该马上落去泡是吗？他们这个好像因为也没赏析见啊。来，姐姐，声音哦。我跟你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马卵啊，该好去做嘛，该处理过，系吗？有脆过，在电锅蒸过。哦，今马卵未做用脆的，未做用煮的，地袂该蛋黄基本上会凝固啦，就不会调皮捣蛋的。你是准备要开动了吗？那么两不一调了。好，我们先过去要不要？好，大家都动了。好。哇哦！要给这个是外席吗？汽车餐配啊！你客家人的自然餐，自然餐。对，因为种下当多袂吃到种菜。哎，阿
不过你等一下还有鸟，搅胸哈呀嘿，爱搅胸哈。我比较好奇你的马龙응용版都油油系吗？我也是切一袋一袋。哦。嘿，那假挑呢？你爱当花可能摆盘，然后用我们来处理。他们上头。你就期待我们的做法。好。莫按照剩空改片哦。等下都正来了，听听呢。哇！跟炸弹巨头的黑马盖。呀，皮蛋啊。炸皮蛋。呀，瘦肉。这个很下饭呢。对，这个是下饭的。有点别蒜头嘿哦。别蒜头。那我有看到一碗的冻体片的，两好放落去嘞。来介绍一下。两是豆瓣酱，辣豆瓣酱。哦。对，辣豆瓣酱。啊俩嘞。绍兴酒。哦，来穿落去。哦，谢谢。哦。还我还加米酒。哇，米酒还能加绍兴酒。嘿，问一下怎么个加两种的酒啊？这样比较香。绍兴酒较香啊。哇，这个没有蹦酒，太对不起这道菜了。还要加绍兴酒。这边的手工艺做得很认真呢。没啦，因为他等一下是要把那些料理然后放到这里面，我放到里面。对，哇，对。所以等一下係熱生英做啲時種什麼嘅飯哦。嘿，阿Kim姐，你之前冇開傳湯，你講開傳湯做咗老幾用啥取代了？係啊，4號煮嘅呐。我以為阿弟在煮啊。好。啊，落嚟下咧。炸彈我落去咧。要切過啦哈。有切過。但家勇士就懂炒飯。你笋头有切吗？不是哈。没，等下水果已经下去了。水果？蒜头蒜头已经下去了。好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哈。等下道菜就完成。那奇异果嘞？奇异果。奇异果怎么办？奇异果等一下它要搭在这边，这样子让它颜色比较好看。跟下加的胡椒粉是吗？嘿，我加胡椒粉。嘿，中药的胡椒粉嘿。对。好，我们工作差不多了。好，谢谢。同澎湃耶，你看一下大家，各种卵哦哈。这是我们搅动起啊。对，最厉害，好香哦。这是我们平常在家里，那你该不看就像给你卖摸油条啦，表到油条嘛都好吃，酥酥脆脆，嘿。好。那亚丢嘞？对，等一下，你要放。我们一直破他的梗嘞。这个是我们的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。哦。对。几个种？几个种哎？妈妈几个种？妈妈种的吗？对，妈妈几个种的。妈妈看到是清强哦，清傻皮。因为妈妈冻好种菜，那些人仔哈，还冻好种菜，身体健康。对。好，时间差不多喽。你都倒数喽。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下最杯米一罐，哪一组开站到嘞？哇，今日呢，你睇下色彩都有色路哈，做的色都两组厉害料理，先对风吹了品尝。好来。魔鬼有听说加两个头哈，因为它的那个粘液哦，还有增加一个口感，还好滑溜，还好滑顺。一口下去，非常多的惊喜。除了 Q 感等等变化以外，米线的等头种层次，家庭一个切人才落去当体面啊呢。基本哈，这些都特别不吃的东西啦，只有应该秋葵嘛，种水煮蛋，好，然后就是你也提头米，兼顾我们所有的日常啦，所以我都就像是你不看谁我转来，我都是会种一盘太盘，大家穷下是熬年，对。真的，而且马人哈，搭皮的红，没青菜棒呢，它的味道啊，整个要有搭皮的红，这真的很厉害。这什么？顽皮捣蛋。对，你又在看我。哦，来看一下哈，咱们下这每天到台家讲一下，觉得怎么样？很棒，很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。非常的清爽，也非常的抗甜。对，什么味道都有了。感觉到很满足。小玲阿姐咧？他有吃到那个九层塔的那个塔香，我很少吃到九层塔这种做皮蛋的这种料理，很特别的一个料理。没想到，出乎意料就会最好。等一下完学，我们这个叫做杭椒皮蛋炒绞肉。好，给大家学喽。试试看哦。非常好吃。因为主题係個馬蘭哦，所以我大口聽到就食到馬蘭嘅 QQ 啊，還有地板弄啊，非常好嘅味線。它用這種按鈕的容器啊，肚後下巴又較清爽。
低度的炒的东西啊，比较重口味嘛。都好样的层，就像吃果子一样，冻到水分又甜嘛呢。那比起之后嘞，而且嘛冻好些，冻香，它的味道是冻肚和冻清爽啦。对，好吃。你听自己知道啊？好吃哦，因为我也很喜欢吃甜椒。好，来看一下蓝水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，因为它有这个甜椒的水果甜椒的那个一个味道，一般来讲，你外面很少吃到类似这样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料理，一个自己自创的。真经冇試過。咁講下地北度嘅料口呢，阿勇嘅梅西口呢有吃過，我碰到阿勇嘅飯沒有凍蹄片。对，这样子吃起来里面比较味道比较浓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水果的青椒，这样下去的就变得很清爽的。要食到馬來梅西嘅韓國嘅創新嘅想法加落去嗬，可能等一下後梁沙師傅咧上一下樣板嚟評分咯。很緊張哦，因為兩組都當好生勇敢神啊，唔怕本評審來受理。現在向童師傅搶分數，冷吹一分。好，大家咧再接再厲，看下阿峰哥搶分數。耶！就係漂流。哦，童師傅搶公平，因為呢兩隊紅隊、藍隊，僅僅實力都非常的堅強，真的，我很難評，都難評分啊。分數哈，不應該藍隊，因為皮蛋還有荷包蛋的口感都有出來，然後香氣真的很夠。冇買口公是好事。然後紅隊兩片呢是很健康的涼拌吃法，過後我愛九該九層塔又好沖掉，可以再減少一點的話就很好吃了。哦，阿峰哥，你嘅公平咧？好，我係上班咯，我係本該分隊哦，佢一口食落去，干嘛干梅頭是有多彩多姿啊，是都凍好食啦。真的。啱啱某本藍隊是正菜一張問題題。佢個糯米椒魚啊，你咪做咧切到下斷掉，不你一口吃。哦。還有一種是按個破下揪掉，因為我切到又稍微上，是正菜的樣嘢，兩隊都表現凍好，希望感謝。兩組都有親好的表現，故所呢，今日成績咩10分佔到，馬上就要頒獎咯。耶！今日哦，食菜係當精彩啦，各位好食包括師傅煮的咩當厲害。故所呢，2比2，兩組都係打頭名。恭喜恭喜！今日恭喜風吹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。厲害哦！大家都看一下藍水美食，就得到2500塊嘅加菜金。哇！今日好，你澎湖嘅8姊妹派出2個獎項妹來參加。唔但請楊媽媽咪都投錢，難得機會，先來請免費治療，大家分享下了解心得。我到歡喜來參加了只節目，嘛希望了只節目本來都有了機會要參加，因為讓妹妹當上了節目，就是留下一個人生的一個不同的很好的回憶。對。恭喜呀！咱拜都帶其他姊妹共下來。好，行吧。因為應該客家人，所以一定要支持客家甜食。錯，你是不是還有乜嘅心得老太太分享一下嘛？覺得你們節目很棒，請厲害。安子說，咱拜係講有緣分的話，去家酒莊來翕啊！去你嘅酒莊來翕啊！謝謝你哋。好，大家咧問一下吼，每天阿姐基本要參加嘅感想係乜嘅咧？係，要都感動哦。總算結束咧。唔係，真正動感動啊！對啊，我冇參加過安樣是安樣的節目啦，是很感動，也很快樂就對了啦。那以後韓版我咪會動，匆嘛，看個啲家自主的節目啦，也可以學一些菜，動好。恭喜！大家問下小玲阿姐哦，今天參加的感想好嗎？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參加一家之主，然後跟姐姐一起來，還有認識各位老師，還有我們的對手。那很謝謝大家，希望以後有機會的話，還是可以一起來上。恭喜！謝謝。好，因為呢，最近喺當好菜，四個姐姐呢都有到處不卡清參到去料理老大家來分享嘅。你食菜哦，最有福氣，含好多嘅欣賞嘅舒服嚟哦，仲要個吃到困難。係啊，佢事實唔單止自家本身要對主菜要嫌棄哦，嗰個東北主菜係重要嘅飲食咯，所以今天非常歡迎所有嘅朋友
坐底来到我哋嘅節目來分享自己我係好美事哦。冇錯，依家之主啊，就係大家嘅態度下，你就調出好了嘞，你也特別就培養好嘅情感，然後你也就互相來搞溫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